台积电伫7月18台股收盘市值已经超过1兆美金咯。今仔后盘中上悬，阁起到1160块，是比进前的历史新高咯。也毋过又阁落，有专家是认为伫台美关系也无有结果，要阁创新高，恐惊是无遐尼简单。另外，经济学人杂志有文章指出讲，川普会针对产业来起关系，对咱台湾、阁有新加坡影响可能会较大。AI 的风潮，互半导体产业链受到关注。将以台钢大厂台积电18台股收盘达到历史的新高，1155块，市值超过1兆美金，创下亚洲股票的头一个，嘛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。请问一下，关税有预定明朗吗？在谈。规个产业链受到关注，由六大工协会、甲本土机器人指标大厂，嘛做 AI 机器人产业联名。不过台股落38.9点。开盘23301点，台积电嘛小可有起落，开价1145块。主要的原因也是受到台美关税影响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么在美国是如何来进行课征，以及它的一个标准的所在。比方说，如果它是用这个晶圆产地，来进行课征，或者是用大水库的一个理论，相对的恐怕在台湾所必须承受的晶片的关税，税率就会是比较高一些。经济学人最近嘛发表专文，提起美国总统川普目前上较严格的关税是产业的类型，因为产业型的关税欠缺明确的对象，较好透过双边谈判来降价，尤其是半导体甲药仔。台湾甲新加坡拢互认为是会受到真大冲击的国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